救我！他就是你们的下场。哇哦，好惨呀！在哪里啊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在哪里啊？往远一点看，远一点看。Yo, what's up？ 只要你足够勇敢，走到哪里都是红毯。我是吟游商人。可恶！嚣张的人类竟敢无视我！杭州权志龙，注意你的身份，别忘了你是被我抓来的俘虏。好吧，那我是被他抓来的俘虏，但是我还是热搜第4的男人 Tango Z。我们要去救你吗？对，你们来救我，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们，要通往龙堡总共有2条路，一条是勇气之路，一条是欧气之路。OK。恶龙会指引你们去走哪一条路，但是你们不管走哪一条路，都要小心，千万不要掉到水里，因为掉到水里你们就完蛋了。OK， 好。而且沿路之中，你们还要小心恶龙守卫的助手。我的龙堡大门可不是那么容易登上的，胆小鬼没有资格踏上冒险之路。你们谁先来送死啊？就由我先来吧。